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 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天气关系，世界上届嘅温度出现伫嘉义市只有4.9度尔，其他所在也拢伫咧10度左右。南排公路向阳山区、甲宜兰太平山森林娱乐区拢出现冰沙啊，这树叶也拢结霜。明仔寒流会较弱，温度会较升。不过27个一阵寒流来到位，北部有机会达到10度左右。冰块亲像金白色糖霜，也伫太平山森林游乐区请游客上山来欣赏。25透早卖票所在，车道排甲超过2公里。从新竹来的，耶，很开心。另外，宜兰山区气温降到0度以下，明池森林游乐区也落比赛。树枝结冰，明池景色是真水，亲像到欧洲的小镇。在宜兰台中交界树园垭口，也是一片的白色。为了选往年白，亲像动画世界，不止吸引游客停落来欣赏，也让伫遮咧散步。南排公路向阳山区25透早也落比赛，加上日头出来照过去，景色是真梦幻。早上7点钟，这是日出。有人学得好看，有人讲景色比国外更较水。我觉得台湾雪是很漂亮，就是跟国外不一样，它是白的一种很漂亮感觉，不是那种白到让人刺眼，是那种好有层次感啊。若欲上山赏雪，请做好御寒准备，并检视车辆机件及油电水。有寒流，各地冷气机25透早本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嘉义市只有4.9度，不过全台水气慢慢减少，而时北部高温差不多14度左右，中南部得要20度。不过一暝了后会阁降低，台南以北、宜兰、花莲、中国低温可能会伫10度以下。明天的白天可以看到北部很明显的温度会回升到接近20度。所以在明天的白天，温度的回升是相当明显的。那在中南部地区也可以回升到20到22度左右。热闹之时，各地明显回温，不过早暗依然是偏冷，而且温差大，要特别注意。到27个另外一波寒流入南，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有零散的落雨，北部会先降温，日暝了后中南部也会慢慢变寒。28透早北部气温可能只有10度，不过水汽也会阁减少，各地落雨几率也对你降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正月初4，高速公路局也预估，今仔日是上北车流量上界大一天。西部的这高速公路会塞到半暝啊，宜兰上北呢对早起9点就开始伫咧塞，雪山磅坑口就塞6公里长。这国道5号宜兰交流道到平南交流道一直到暗头啊，拢是时速30公里左右，可能会塞到半暝2点。高公局也建议民众即几天上好早起9点之前就出发。那准讲到这东部的苏花龙道高速公路总局也预告讲，这初5上北交通量大，塞车时段是下晡2点到半暝1点左右。这个合欢山的武岭停车场寒流若到位，真侪人拢要去遐看雪。所有民众为着要翕这树霜，煞爬去咧山架顶头，当场互人开一张1500块的罚单。另外，伫南投灯会有民众领袂到这灯会的纪念碑，就无欢喜，甲这个看板摔伫涂骹。虽然无落雪，寒流步道也是互合欢山武岭过一沿白白无霜，游客上山出来翕美景，也毋过警方选用放上头坑里。上面是不能上去的，再不下来，等下午就要开单了哦。原来游客无顾到这是公告禁止区域，但伫山壁的山形山想要翕相，也毋过这真惊，干照佮松软，一无细力可能达无好势受伤，而且对环境也可能造成破坏。警方落车请游客离开，也毋过也是有人毋听，当场予以违反国家公园法，开罚1500块。这边是公告禁止进入的区域，所以它罚款是1500。另外，伫南投灯会今年是甲知名的艋舺茶会合作，推出限量版的灯会纪念碑。也毋过有民众透早就赶来排队，排几点钟也是无摕到，去甲将活动看板摔伫涂骹。先生，没拿来，没拿来。我们在那边绕了半天啊，蓝牙重开了 N 次，都还不一定会挤到那个。原来主办单位规划，碑领纪念碑需要下载 App， 完成收集囡仔政府才会当领，搁一天限量400个。主办单位无甲排队人讲名件已经满啊，甚至有人一人摕几支手机啊，搁轮班代排，民众不满，管控出问题。到现在今天是第3天，我们也会针对这2、3天的状况再检讨，包含排队动线啊跟领取的方式。
南投县府赶紧改对外方式，未来时间除了加强清点排队人数，佮以树荫仔作为纪念碑对外依据，防止大败行为，希望阻止乱象。记者综合报道。前副总统陈建仁传出在过年期间答应总统蔡英文要出入行政院长。今日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蔡总统今日下晡邀请陈建仁针对重大国政议题交换意见，也正式定选了后定案。总统会伫咧正月初6早起10点的时阵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行政长苏清昌内阁总辞了后，呼声正悬的前副总统陈建仁传出伫年假期间，甲总统蔡文会谈了后，已经答应接任新的行政院长。消息出来引起关心。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上重要是同心协力为台湾努力。对林佳龙提问参被点名可能是副行政院长人选，也做出回应。其实佳龙兄啊，佳龙部长，其实他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我相信他也会把角色扮演好，我都会给他满满的自信。人和是没有问题的，待人很客气的。那至于说做得好做得坏，通常是这样的也要做过才知道。交通部长王国材被问到是不是留落来，透露春节期间无见到总统。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被问到了哈，那现在是部长。外界认为陈建仁愿意接重大是考虑大局，自控制苏总统大选剩无到1年时间，新内阁爱赶紧到位，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后盾。不过在野党已经准备好放大检视陈建仁。我觉得会更差。第一个，他的行政历练不足，而且他过去长期刻意袒护高端，我觉得外界会给他一个印象就是高端内阁。陈明忠强调，国民党团会强力质询。民进党林佳龙指出，台湾这时阵面临两岸关系严重，美方军售卡关，民生经济议题牵涉农渔产品外销衰退、低薪水、关厝价。若确定要接任，无必要期，爱赶紧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两岸情势当咧紧张，国防部今发布，中国军机有4台，军舰有3台，一直在台海附近活动。另外，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参议员瓜玲就警告讲，若准解放军要拍台湾，台湾甲美国拢还未做好准备者，连美国朋友，包括着澳洲、纽西兰，可能伫咧第一时间拢袂出手相助，捍卫台海的完全。伫水底连续测挂考验官兵的水中障碍排除能力，海军水下作业大队负责准的海难救助水中微波大处理者的动静。要加入这个专业部队无简单，爱摕到水海专中班结婚资格，有基础的潜水能力。其实最困难的点就是我们是救难潜水员，所以我们要救灾的环境其实是最不确定的。那我们就要评估当下的环境是怎么样，去选用适当的装备。国军春节期间依然做好准备，不过中共也一直交代，国防部25表示，中机4架次3只军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战机紧闭升空应变。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无放弃武力还台，美国参议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可能示警。若中军决定动武，代表不止无做好准备，台湾受海上威胁，无好多信乌克兰无需得到欧美援助。美国朋友第一时间恐惊未出手捍卫台海安全。Chairman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and Senator King, who's like me, a member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made to Australia and to New Zealand. I did not get the sense that they were eager to come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were to be invaded. 伊强调，明伫台海战争爆发时阵，才军援台湾。另外，立法院长尤锡坤推动国会外交，月底要去美国伫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演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要访问台湾，两人是毋是会先会面？大家拢正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日增加16000外本土病例，疫情比顶礼拜同期减少21.4%。进前指挥中心后来评估讲，拍算伫咧过年了后，要搁再放另一个催暗禁令。有学者建议讲，若准用医疗量能落去算，建议室内催暗禁令会当分阶段执行。头一阶段先针对厝内面还有工作场所，上好也是等到2月底才来放令较好。
而这期间未少民众到户外赏花翕相。虽然指挥中心已经解除户外挂嘴罨的规定，也不过观察多数人也是挂嘴罨。卫福部他们也有他们的政策，我们还是会照戴。到2月底再看看有没有比较防化。后如果室内开放，你就不会戴？都不会戴，因为政府这样我们就顺到政府卫生部的规定，我们就照他的那规定去做。指挥中心已经计划在年后对涉内部分场所解除嘴罨规定，大公会行业教授陈秀熙分析，目前咱国群体免疫已经超过5成，也在继续提升，建议涉内嘴罨放令会当分阶段执行，交互甲工作场所属于低接触密度，会当伫2月底解除，公共大型集会甲大众运输建议伫4月底才解禁，最后是医疗甲长照机构喙着族群，上好等到6月底。不同的接触的形态，那么对于口罩的解除呢，绝对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思考，所谓的精准口罩防疫。针对嘴罨令进一步放令，邀请指挥中心回应，有计春节了后会启动各部会相关讨论。国内伫10月初4，增加16329例本土个案，有22人死亡，其中1名4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也做过1期疫苗，也毋过确诊了后并发脑炎不幸死亡。事实上，现在这个疫情虽然比较趋缓可是仍然有这些零星的这些重症会发生在小朋友的身上，所以还是呼吁家长要注意小朋友的健康然后多注意洗手，口罩的措施要遵守。指挥中心表示，虽然这礼拜观察疫情缓和，也毋过也是爱注意保护喙着族群。那春节期间多人上北，年后疫情敢是升悬，后礼拜将是关键的观察指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真正有民众去报案，讲伊银行口座去互诈骗集团骗去，叫互当作是人头口座，落尾这个口座会向禁起来。目前警方扩大调查，这诈骗集团先甲民众拐到假金铺啊，叫民众用超商寄互因。这诈骗集团先去找一个人，到这超商领物件，再甲这个物件放伫咧大卖场的假放柜仔内边，结果另外一个人去柜仔甲物件摕出来交互诈骗集团。真侪人认为讲做这款空腰趁钱真轻松，事实上拢变做是诈骗集团的强犯，拢爱依上法办。说你们查甫人到超商提回了后，佮将物件放伫卖场的柜仔，无偌久了，佮一个姓陈的查甫囡仔为柜仔内底将物件摕出来，看起平常的动作。毋过其实两人已经正做诈骗集团的强犯，煞毋知影。日前接获詹姓被害人报案，称在 Facebook 上的临时工社团应征工作，对方以发放薪资程序为由，诱骗被害人将提款卡与密码以超商店到店之方式寄出。等到事隔几日，被害人预领钱时，发现账户遭警示冻结，才惊觉遭诈骗。原来是被害者讲伫面找社团找头路，对方先用发薪水为理由，骗伊将提款卡甲密码用超商店到店方式寄出。警方调查发现，这姓林的查甫人先到超商提货，放伫卖场的柜仔了后，再去姓陈的查某囡仔去提货，交付诈骗集团。毋过这两人也表示，就是轻松好赚的提货工作，但警方上门才知影正做诈骗强犯，比伊早去做上班。另外，投资诈骗也真多，有查某囡仔，互人叫伊投资到银行要汇钱106万，搁误会银行行员找麻烦，无要互家己汇钱，伫现场叫骂。真的是莫名其妙，房子在整修还要跑银行汇钱还要这个那个。警方到现场耐心考劝姓李的查某囡仔，最后摕到汇集的账户，赶紧查清楚。这个人他是人头账户哦，对，他是警示账户咯。警示账户，他已经原来是加入投资群组，讲有趁钱，想要继续汇钱扩大获利。毋过伫警方考劝了后，总算打消汇钱想法。诈骗手法800款，毋管是找头路，或者是想要投资趁钱，拢爱详细确认，才袂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加州伫旧历过年期间发生真侪社会事件，毋但有这舞厅发生枪案，湾区伫23个再发生2件的枪杀案，造成8人亡生。这州长也呼吁讲，这枪击管制千万毋通拖。美国加州的半月关时间23发生连续枪击案，60岁华人查甫人赵春丽也合法买的半自动手枪，前往家己工作的农场，甲另外一处农场行凶，造成7个死3个重伤。受害者多数是阿 A 甲拉丁 A 的农场工人。其中无大桥，警方随后伫警长办公室停车场发现赵春丽的车，将伊逮捕。All of the evidence we have points to this being the instance of workplace violence
Christmas. 同一天暗时，东莞的奥克兰一处加油站搁传出枪声，造成一死8伤，加上2-1为落暝迄天。有小台北市称的蒙特瑞公园市舞厅枪击案，3天内连续枪击至少夺走19条人命。加州州议会亚太的立法党团表示，会努力加强控管，结束枪击暴力。州长纽森也呼吁共和党唔通搁阻碍相关立法。Only in America do we see this kind of carnage, this kind of chaos. Where's the Republican Party been on gun safety reform? They blocked it every step of the way. 2023年还未过完一个月，全美国已经发生39件死伤4个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案，拢总造成70人死亡，900人受伤。拜登总统2日再次呼吁国会通过一项全国性的攻击性武器禁令。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过年期间，真侪县市拢会调整这收喷数时间。屏东市是初5才有开始收，所有民众为着家己方便，就把这喷数平伫转运站门口，背出一条线同款。清洁队表示，类似情形去年就有，今年是搁再发生。另外，伫彰化的溪湖也发生同款的情形。先不能丢哦，不才能丢，这个乱丢我们会开罚。开车来到屏东市机场北路的粪扫转运站外口，想要等粪扫民众防措置。屏东市粪扫清运时间为正月初5，也就是2日才开始。也不过正月初4已经有人乱等粪扫，拢伫要堆成粪扫山。这样是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4条的一个规定，那这个会依法做开罚，那会处罚款1200元到6000元。屏东市和平公园头前也放乱弹粪扫，清洁队员加班清运，市公所表示会依法开罚。彰化县溪湖顶公所头前，同款出现粪扫成堆的状况，有网友甚至发现正月初1就有人乱弹。原本初5才恢复清运的清洁队，紧急派人加班，前往处理这一大堆的粪扫。全台各地粪扫清运的时间无同，高雄为2、5中昼开始清运，徛街堆几啊工的粪扫，会当讲人手中拢挂2地。一定要做好资源回收分类，尤其是锂电池或高压瓶罐，一定要单独包装后再交给接收人员。环保局表示，年节期间粪扫量增加，民众等粪扫的时阵，应该保护家己甲清洁队员的作业安全。等粪扫进前，爱妥善分类。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有10天，再碰到寒流，一寡有路无厝的家友日子是真歹过。这新北市社会局特别伫邦桥的外展中心提供食食甲防寒的物资，希望互因较好过年。款一寡寒天的衫裤、餐具等等，要互家友年节较好过。新北市社会局伫邦桥的外展服务中心，这几天拢无休困，特别传烧的协助家友补中肠，像是便当，然后像近期天气比较冷，然后也有姜茶可以喝，然后还有饼干跟泡面、糖果等等。社工表示，因逐工拢会协助过来家友，因为10天年假搁碰到寒流，除了年节进前就提供平安物资，这逐日嘛对下晡1点到6点开门提供食食、洗身躯等等服务，会持续到2九。社会局嘛表示，除了定点的服务，社工嘛会轮班处理民众通报的案件，嘛因为这2天温度较低，除了协助有紧急需求的家友，嘛传有效的物资4个来分发。所有的公所。前往我们街友的一些活动地点，去关心他们，也发放御寒的物资。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备有临时安置中心的床位。社会局表示，目前伫新北市的家友大约要400个，除了外展中心外，其实嘛有每合公庙等等提供食食，伊嘛通摕餐具到合作的点头，伫寒流的年节感受到一寡温暖。记者伫问立学新北采访报道。国际有名的雕塑家郭清志，即届甲伊48件作品搬去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展览到过年了后，这郭清志是台湾战后头一代本土雕塑家，伊的影响也影响到侪雕塑后辈。伊白天仔大粒石头创作重量级作品，今年80多岁郭清志，过去对无人接触的石雕开始，互人称作是台湾战后的石雕开拓者。后来发现台湾没有人做石雕。没有石雕的雕塑史，本身就是一个缺陷，所以我认为我应该去做现代石雕。
所以我去做。郭清志表示，国外美术史对埃及、希腊开始以石雕为主，伊认为台湾袂当无，所以对石头开始做原创性的雕塑，创作前期拢会研究造型、材料，用要20档才做出符合美材的作品。像以花岗石结合白铁啊，正品伫日本的宝锁之门，就是伊的出名作品之一。我一直想说，怎么样用一种科学材质，像不锈钢这种东西，跟自然材质。像石头这种东西能够合起来作为一件作品，假如放大成这个的5倍高、8倍高，它又放在一个大草原里面，那的效果就出来了。它是司法材料，它在他所经历过的材料上面，他都做了很专业、深刻的琢磨，使得一件作品本来可能就是2个材料的结合，产生出更多的视觉上面的层次。郭清志1939年伫台中大家出世，得过全省美展、全国美展等等的雕塑首奖，作品以人为主，透过具象的理念，制造空间甲环境的关系，嘛影响侪学雕塑的后辈。伊的创作品嘛是台湾现代雕塑发展的缩影。那不但重量大，而且分量很重。郭老师一生大概超过60个年头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历程呢，把重要的展览的作品呢都能够带到世人面前。这届伫国父纪念馆特别举办郭清志的地展，总共展出48件的作品，会展到过年后，民众嘛通透过虚实影像的投影，感受大型作品伫后挂的壮观。记者电话里台北仓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0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0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1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1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6度到1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